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，说是急事。好，马老板，好，各位不好意思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。那咱们来吧，来喝一个。好久不见。我验货，你先走。对不住了，局长。你还真是共产党。密码本借来用。没想到你居然会背叛我。我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，所以谈不上是背叛。为什么？道不同。共产党。是。吴局长不是已经让你在调查我了吗？把密码本放下，我放你走。密码本我必须带走，除非你杀了我。那咱俩今天只能有一个人走出这个房间。
秦毅命令我来夺密码本。秦毅是谁？103，秦毅告诉我，把这个号码告诉你，你就会相信我。快走！局长，局长，局长，共产党能来抢密码本，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繁星计划的数字代码，而这个代码一直存在你的脑子里。莫局长，这是我保命的唯一筹码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我确实怀疑过你，但是没想到，问题出现了在我这里。姚策，我最信任的学生，你最好的朋友，是我判断有误。陆枫，你先去休息吧。是。局长，重庆方面刚刚传来消息，确定姚策是共产党。一帮蠢货，怎么每一次都比共产党晚一步？盯紧所有离开平湖的出口，通知所有行动队，在车站、码头给我布控，就是把平湖给我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姚策给我找出来。已经安排了。姚策的身份，是不是您想在中共方面知道的结果？你先看看这个。繁星计划的真实名单，不是11个间谍，是12个。第12个人的名字叫陆枫。有没有可能是闪光和陆枫联合起来，在给我们做局下套啊？自打陆枫杀死佐藤浩二以后，闪官一直在追杀他，并且据有关可靠情报显示，陆枫的父母也是为闪官所杀。你认为他们有合作的可能吗？那陆枫把名单交给我们，岂不是在送死啊？那就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：陆枫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名单里。局长，您是不是认为陆枫有可能是共产党卧底，所以您在等待中共方面给出答案？我是故意给他透露了2个中共的假间谍的名单，
而且我围绕这2个名字，我换了假密码本，当着他的面放到了手提包里。如果共产党清除了这2个人，那说明陆丰的确是共产党的卧底。如果没有，我把他的名字也留在了那个名单上。我想看看，共产党如果知道陆丰是日本间谍，他们会怎么做？如果清除他，对我们有百利无一害。但是共产党没这么做。反而来拿了真的密码本，来取密码本的人居然还是姚策。局长，好，什么都不要说。我命令繁星计划收网行动可以开始。动手吧！首长，这是，首长。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? За что меня задержали?命令秦毅，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保障苏联和重庆的会谈顺利进行，并保护苏联会谈代表牧羊人的安全。包括苏联繁星计划名单上的卧底共10人被抓捕，都是顶层的负责人。知道了，你们注意隐蔽，保证自己的安全。很久没有这么安静的看看上海了。你眼里的上海是什么样的？你呢？我眼里的上海是冷冰冰的蓝色，像是冬天。我跟你不一样。我眼里的上海是红色，血色，是胜利的颜色。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，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。红色有那么好吗？我不知道红色有多好，但它一定是最适合中国的颜色。我没有去分析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能力，更看不到几年后中国的样子。
但是我相信您，相信陆枫。如果你已经勾勒好了蓝图，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，可以吗？你已经在做了。将军，韩信计划的名单全部泄露，我们的人都被抓了。对不起，将军。玉香桂战役的成功离不开这些勇士。玉香桂战役已经把繁星计划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。现在苏联特使牧羊人已经到达上海，试图搭建和重庆以及中共的对话通道。我担心，一旦他们联手，会对我们非常不利。如果让重庆和共产党以及苏联达成同盟，这将是大日本帝国的灾难啊！你记住，绝对不能有那么一点。是。因此，下面的你的任务依然很主正，所以我给你安排一个助手。进来。义父，多谢将军厚爱。谢谢你从满洲调过来，不是中毒意思，而是你义父专门打了报告。所以在我来上海之前，义父就已经找到我了。把你放在身边，可以更好的保护你，也是对你父亲的一个交代。谢谢义父。我提醒你们一下。现在没有任何时间去浪费。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是大日本帝国生死攸关的时刻。是。听说繁星计划的名单已经收网了。恭喜穆局长。对接下来的局势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倒是很想听听任主任的高见。玉香桂战役，日本人虽然赢了，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日本人的大限快到了，中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到了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。你我都是务实之人，任主任不妨直接跟我道明底线吧。我听说苏联方面派了一个代号牧羊人的代表，要和重庆方面进行会谈。如果谈得好，重庆方面就有可能会向苏联靠拢，这样国共就会加深合作。任主任果然是消息灵通，一点都不错。但是据我所知，美国人也了解这个情况，他们正在紧密地联络着重庆方面。但是我个人倒是更希望重庆政府能够跟美国人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。是啊，毕竟我们在反攻立场上
是一致的。所以啊，不能让重庆政府和苏联政府他们谈话成功。明白了。这个会谈什么时候？近期吧。我在负责重庆过来谈话人员的安全，具体的时间地点由共产党决定。如果穆局长不方便出面，我们76号来破坏这次会谈，那可是名正言顺。好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感谢任主任。真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是你啊！多谢你枪下留人，那么信任我。1013这个号码，只有我跟沈处长知道，而且只用过一次。姚策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，我向上级领导请示，由姚策强取密码本，这样可以转移穆西河对你的怀疑视线，对你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。我不妨碍你们了，先走。姚策。穆西河派了大批特工在找你，等风声过了再走吧。穆西河迟早都会找到这儿的，我要躲在这儿，只会给你们带来危险。放心，我已经联络老朋友了，他们会有办法把我送出平湖。你多保重。后会有期。这次的名单没问题了吧？没问题了，我们队伍里的间谍已经被抓获。苏联那边也十分感谢，组织上给你记一大功。其实你这次让我到军统去卧底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保障重庆政府和苏联这次会谈顺利进行吧。这次会谈极为重要，如果会谈顺利，标志着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，这对抗战大局非常关键。日本人不希望国共合作，也不希望国民政府和苏联人合作。他们已经知道情况，我想长官一定会有所动作。根据上级指示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会谈成功，并且保障牧羊人的安全。那穆西赫呢？穆西赫是一个极端的反共分子，所以目前我们对重庆政府还不能够完全信任，不排除他们另有企图。因此，你要尽快摸清他们真正的动机。穆西赫不让左凌央，而让我去负责安保行动，应该是另有目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尽快摸清楚他的真实意图。目前你的处境非常危险，我给你带来一个人，进来吧。他知道你的身份，刚知道。什么时候？青年公园去相机的时候。他可以信任，你不是也很信任他吗？可是他来干什么？
保护你。我不需要。你目前的处境非常需要，正好华夏雨已经离开了。华夏雨又回来了。什么时候？当天就被穆西赫给接回来了。穆西赫一直怀疑你是共产党。蓝冰曾经是76号的人，我想穆西赫也知道你华夏雨、蓝冰3个人的微妙关系，正好可以扰乱他的判断。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我更危险了吗？我理解你的困难，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。任道阳那边好不容易才周旋过关，而且蓝冰现在已经回不了76号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又可以一起合作了。请。你担心他会误会？没有担心。我很担心，毕竟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你的安全。离你远了不对，走近了又担心他会……没那么严重，磨合磨合就好。磨合？磨合期你的日子恐怕不好过。我没事儿，我倒是担心你。到时候如果说让你受什么委屈的话，你还多理解，多包涵。我无所谓，工作而已。欢迎。查到了，但对你来说有点残酷。说吧。你女儿的死确实是闪官做的。为什么？你还记得这个人吗？岳永秋。我记得，印象很深。他是不是死在你手里？确切的说，他死在5年前，是自杀的。她是闪官的妻子。
将军，不用介绍了吧？在情报战场上，我们曾经是相互调查的主要对象。在下能力有限，对您知之甚少。任主任对钢琴师的身份是知之甚少，但对佛手的身份却是了如指掌。一点皮毛。现在信息紧迫，苏联和美国都在试着拉拢中国，企图建立针对大日本帝国的新战略同盟。不知道任主任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多不多？我们抓到一点风声，76号正在寻找代号牧羊人的苏联特使。向局长，我的军统的身份已经暴露，他现在需要这些新的任务。这次让你们见面，我想提出一个新的改革方案。任主任之前的特密子已经解散，特高科准备在76号秘密基地成立新的部门第9局，代替特密子。第9局直接对话南京政府的主席办公室，同时对帝国军部高层负责。新的负责人交给长官。是。任主任，你全力配合单处长。我一定全力配合单处长的工作。多谢。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，彻底击碎重庆和苏联以及共产党之间的会谈。请将军放心。局长，放下去吧。叛徒的下场只有一个。他会不会有苦衷？我们要不要给他一次辩解的机会？你要是能带着活口回来，我倒是不反对。繁星计划名单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苏联和中共都查了，人已经被抓了。对于那个第12个人，他们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？目前还没有，但情报显示他们开会讨论过，具体结果还没出来。欲盖弥彰。只要共产党不动陆丰，那陆丰就是共产党。至少，他不能摆脱嫌疑。姚策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，深得我的信任。他居然能够提前暴露自己的身份，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个密码本吗？绝不会，一定是另有目的。比如说，要转移我的视线，掩护陆丰等等等等。我现在是真希望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。这个陆丰，应该说是我们急需的可塑之才。他如果真心是跟我们干，那必将会有一番不可估量的作为。
但是，如果他是暗中在给共产党做事，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隐患了。要不要除掉陆枫？在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，静观其变。一枚棋子，留着有用。还有谁要来啊？坐。欢迎蓝冰回来，没有酒怎么能行呢？你们俩先坐着，我去拿酒。别，我去拿，我知道在哪儿。我回来，不是因为陆枫，那是因为谁？总不会是因为我吧？我有我的任务。如果你介意，我可以走。如果你走了，会有人说我小心眼儿的。我至少不会伤害陆枫。我是怕你受伤害。酒来了。今天啊，你们俩能不能慢点喝？高兴，是，很高兴。高兴就好，高兴就好。来，我们3个一起。先干为敬。你干嘛灌他呢？心疼了？来，你替他喝。我可喝不过你。你不想跟我喝，我自己喝。行了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你送我去杭州，把他调到你身边来，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看来无论如何，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，是吧？你可以信任蓝冰，却不信任我。是因为我身份的问题。